每日一句第8句，阿美语马拉巴鲁埃，马拉巴鲁埃正在打架。语法重点，马拉是前缀词，互相的意思。巴鲁是打，马拉巴鲁就是打架的意思。爱后缀词加上爱表示进行的状态，马拉巴鲁加上爱就变成马拉巴鲁爱，就成了正在打架的意思。举例，中文小孩子们正在打架，阿美语马拉巴鲁爱古哇哇哇哇，马拉巴鲁爱古哇哇哇哇。